来是副词的范例。我早安不笨梦，学到出鬼神的汗，夜下空格记得清清楚楚。好，这个华语的意思呢，是我昨天晚上做梦了，而且吓到出全身都是汗。那现在怎么样记得清清楚楚？那我们的选项里面有喊，那第二个是嘛，那第三是爱。好，我们先要看看这样子的情境之下，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副词，怎么样记得？那还記得的意思呢，就是我还记得，我仍然记得，记得非常清楚。好，那忙的意思呢，是说我从来不曾记得。好，那第三个 oi 就是我要做什么，我要做什么。好，要记得。所以这里比较合理的答案应该是因为昨天晚上做了很可怕的噩梦，到现在应该是仍然还记得清清楚楚。故所也為人做為先，第一還記得清清楚楚。最後還有連接詞的範例，唐講從頭識逢體位，唔但請面色會較好看，空格不顯。好，唐貢就是聽說，從頭從頭就是常常，食逢體位常常吃紅豆，唔但請面色會較好看，唔但請就是不止面色就是臉，你的臉色會看起來用版較好看哦。原來我們常常吃紅豆會讓我們的臉色比較好看。那加上一個空格之後，他還說補寫，可見得我們這裡就要填一個連接詞。那我們選項給我們的答案有：第一個還做得，第二個還曉得，第三個手做得。好，那第一個還做得的意思是什麼呢？做得就是可以，我們這邊有兩個做得哦，第一跟第三都有做得。好，那第一個還做得就是還可以這樣。那第三個手做得就是就可以這樣。那中間的第二個答案叫做還曉得。哦，你還那個曉得是知道，哦，還曉得你很知道，你還知道可以什麼。那我們就把這三個答案放在題目裡面，嘗試性的來念念看。好，我們來看第一個。唐講從食逢體位，唔但請面色會較好看，還做得不顯。這個聽起來還蠻通順的。那我們看看檢查一下其他兩個答案適不適合呢？唐講從頭食逢體位，唔但請面色會較好看，還曉得，怪怪的哦，還知道補寫。好，沒有人知道，還知道。好，那第三，唐講從頭食逢體位，唔但請面色會較好看，手做得補寫，就可以補寫。這一句如果我們單看的話，好像沒什麼問題，但是在閱讀理解題裡面，我們必須考慮前後文的句子，所以在這一題裡面，還做得還可以，就比手做得還要合理通順。現在我們再把全部的句子念一遍。唐講從頭食逢體位，唔但請面色會較好看，還做得不顯。華語就是說，聽說常常吃紅豆，不只會讓我們的氣色比較好看，還可以補血。那這句話聽起來就是非常的通順了。今日按學語能力基礎級認證嘅得分策略就講到呀，希望大家考試順利，按自西。